这个元旦跨年的年假代替加开到121班的车帮，伫个昨深夜番12点开始来卖票。那这个高铁嘛来加开116班，永暗的番12点开始卖票。这是我等了很久的舞台。乌托邦刷去台东，暗暝张惠妹演唱会，跨年场免钱，等于将歌迷拢升去台东。想要去台东跨年爱抢票。 代替元旦连续假期，全台湾都加开121班车。不管你是要去台东看阿妹，还是到高雄义大看杨丞琳、毕书尽，想要一个代替，今日这个透早拢伫抢票。闹钟，然后就是看时间，然后就赶快按，一次就成功了。对。 代替除了加开班车以外，嘛提供台北到宜兰100块，台北到花莲200块的优待票券。 台北往台东地区12月31号的车票，以及高雄往台东地区都是比较热门，已经售完。另外，台铁在元旦连假也加开了4班的实名制的车班，开放给涉及在台东、花莲以及身份证字号是 U 跟 V 开头的人，还有他们的相关配偶直系血亲可以订票。 西部运输方面，想要抢速度，真侪人会坐高铁。元旦的连续假期，高铁为12月31到明年1月初4，总共加开116班次。有需要的人12月初4，就是明仔载透早就要开始抢票啊。